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二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整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西市场的整个建筑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古迹的历史至少100多年了。那除了保有它文化的一个历史故事以外，那它的景点的部分建筑结构也是维持到复古的部分间隔了那么久，我们再次开幕，那本来人潮就不少。那今天开幕以后人会更多尤其是它有一些历史的建筑是很值得去拍摄，也可以去记录的。像现在这一次是等于是西市场120年的重新开始，然后大家都满怀的一份感动跟期待，然后我们也注入了很多新生代的摊商进来，从以前的老一辈的，然后他们传承下来，有2代3代都进到里面，有好吃好玩好逛的，然后还有一些手做的一些文创商品，都欢迎大家过来这边玩。这个地方从早期日治时代的风华，那也沉寂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居民跟摊商其实都很期待西市场整个改造完成，可以再现它的风华。其实这个地方，不只是整个西市场空间环境的一个改善，它的活化再利用，其实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还有情感跟城市的一个记忆。这个节点在连接我们国华街、振兴街、友爱街，还有中正路整个街廓然后再配合所有的在地特色美食小吃，相信一定会给所有的旅客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逛街跟旅游的一个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它是一个100年的一个古迹了。那我们在古迹上变成活的古迹，经过修整以后，那重新开幕，让迎接许多摊商进驻。那我相信，这个是最美的打卡点。在去年我们台南举办文博会的时候，就在台南西市场。那未来呢，它连接着国华友爱商圈，以及许许多多最重要的一些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加上这个西市场，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台南美丽的景点又多一个西市场。了是我们嘅欢迎收看11月4號嘅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台南市南區喜球原理伫市地定位以後，對地方發展是一大焦點。貿易員林美燕伫總集選關心相關嘅建設，其中就包括爭取興建大型嘅病院、原理第3中華產業園區以及原理菜市仔規劃等等，積極向市府請命。面對佔地將近30公頃的台南市南區喜球原理市地中劃，議員林美燕表示，目前第一次主辦中劃已經完成，對着外地人口進駐，尤其是少年族群的比例明顯提升，對地方發展有真大期待。包括這鄉親包遊覽車來旁聽總集選。其中議員就積極爭取佇中劃區內一定要向國土署申請80個土地來興建大型病院，因為原台南市6區只有安平甲南區掛零，對此市長嘛表達認同。我們的灣里的重劃裡面要有一塊醫院用地結果呢有沒有？我跟你報告，如果說是地區醫院在100床、200床這樣子，我想我們應該是0.5公頃以下就可以了。所以0.5公頃，所以在地政局這邊，我們來跟中央的部分跟國土署他們來請他們撥一塊土地來，我們來公開對外來招商。一定要有醫院，而且醫院用地是在喜灣這邊上面，市調你有認同無？起碼多好幾年的機會了，所以底下我覺得我是認同的。
台南市即摆开10亿来开发南区喜洲原里中华区，当中4条的新路被日本姊妹市包括青森、红前来号名，不过因为海因无结掉，引起地方的反弹。议员嘛强烈要求市府唔通一意孤行，要尊重地方。就是亲生的亲生来，我民政局机场来，这两里啊，那两这两里。红钱、红蛇来还钱，一个亲生者还钱。你把阮的路特地一亲生的红蛇咯。亲生我是写的红个啦。这个名字换在我们这个当地，对我来讲是一个金价一个侮辱，你要怎样？亲生还钱跟奈何桥。很凶啊，感觉这个谐音吼，谐音这个物件容易见仁见智。你讲亲生哦，你也讲。真正迄个阵青森县因的，那不管那是日本啦，你买摕日本的文化来看咱台南文化。大家亲生苹果嘛食啊，所以以为你也讲亲生有这个意见的选，咱大家讨论。红钱台南迄个台湾为了红警啊，也无红爪啊。不好，地方上反对，所以你不要一意孤行。议员林美燕的总咨询，因为市长生目高嘉母党德用西部者的变成杜干良来比询，引起在场的官员甲民代乡亲的关心。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因为9月好大雨，引起北江溪北中议题灾情，不过因为全台土方的供应量超过需求，这出免费赠送却无人买，造成千余工程被迫停止。对此，议员李宗翰伫总咨询的询问北江溪甲白水溪免费运土的进度，要求市府一定要加强宣传，甚至讲出经济部曾经探勘，发现北江溪流域有清做工业黄金的稀土，跨界当吸引建筑工程单位的注目。议员李宗翰伫总咨询成立即摆防灾救灾经验，拍算制定相关驻地条例来规范，特别是发放慰问金的时机，希望第一时间就先发来解决灾民民生问题。第二阶段则以受损的分级来发补助金，甲市长有一番的讨论。另外，讲到灾害，9月北江溪北中议题灾情过后，因为全台土方的供应量已经超过需求，所以这出免费赠送嘛无人买。议员都来要求市府加强宣传，互民众拢知影。甚至于经济部曾经探勘，发现北江溪流域有稀土的矿藏，看敢会当吸引建筑工程单位的注目。巴掌溪、白水溪这些都可以零元运土啊，但是民众知道吗？他要怎么领？他们知道吗？他有公告了，公告对贴在区公所公布栏，这个我也会，不需要领那么多钱。怎么做？这个建筑工会跟这些有建案有需要，还有公共工程的，当然是由中央跟地方，尤其我们自己有需要土的，马上就有处理，那可以开始动作啊，而且透过新闻的发布。透过这个媒宣，然后希望让更多的人、民众知道。有时候民众他可能是小额的哦，但是积少成多。那公共工程虽然是大，但是有时候公共工程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个，因为您刚刚看到这个在巴掌溪嘛，是巴掌溪隔壁，好，对面就是嘉义。好，我们也跟嘉义县在联络，嘉义那边也有公共工程。如果据我所知，看有公共工程来做，然后这边横向的这样做，纵向的这样做，或许能够去化的快点。啊，你若讲真正要来挖黄金，我唔知影叫黄金挖会到无。但是之前中原有一份报告，我们巴掌溪流域到我们积水溪流域是稀土台湾含量可能最高的地区，而且你规起来开这稀土好啊。延续防灾检讨，议员会长嘛质疑理人合并对着救灾能力的冲击，要求民政局改善调整。加上公所辛苦业务量已经留不掉人才，嘛要求先编好需求原野进行业务调整。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拼台南人本交通的建设，4号2月林俊宪会同内政部国土署、台南市工务局、交通局等相关人员前往东区、甲南区容易掉水路口会勘，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咱的路边专案甲人行安全的补助，总经费高达2亿3千多万，希望全面提升道路安全。
为了表台南人本交通的建设，适合立委林俊宪会同内政部、国土署、交通局、教务局等相关人员前往东区甲南区容易掉树的路口会勘，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路边专案甲人行安全的补助，总经费高达2亿3000多万，希望全面提升道路安全。总共要进行8条路段的一个改善。那路平专案不再是以往只有单纯的跑铺路面，我们现在主要会配合交通局以标线改善，然后增设左弯车道让它车流更加的顺畅，那提升民众的一个行车体验为目标，改善交通安全。所以8个案件总共提案是1亿8640万，总共要改善44处的增设左转车道。这条经费我在8000几万了，对，啊。那这个经费我会全力跟我们国土署来争取了，啊，目前我想我们争取到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个经费我来负责了啊，我们会跟国土署请国土署来帮忙啊，因为在投资交通我常讲CP 值最高了，你那路交通民众每天进出他马上有感了，大建设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路面路口的微调。这民众会马上感受到。整个计划不只要路边透过增加44位正外专营道的设计，甲96处标线的改善，更是要让动线更较顺，减少事故发生的机会。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团举办第3届健行活动，在1月2号盛大举行，吸引上千位民众报名参加。今年活动以行平安路系幸福湾作为主题，全长3.6公里，设有6个幸福寓所的收集点，向前天公祖的6大祝福。有着台湾手表天团举办的虎城健行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2号透早伫个庙埕盛大来举行，包括市长王伟哲、立委林俊宪以及多位的议员、民意代表等拢到场出席。市长王伟哲嘛向玉皇上帝来上香参拜，随后嘛为活动举行开乐的仪式。我们举办这次的祈福健行，是希望让信徒能够走出庙城，走入人心，用行动传递祝福，用脚步连接善念。愿今日参与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获得平安的能量，让幸福在步履之间定范，并祈求玉皇上帝庇佑台南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副董事长已经跟各位讲过，我们践行很重要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希望为台湾祈福，为我们家人，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城市祈福，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等一下践行的时候，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今天光是这个天气就感谢天公了哈，感谢那众神明的保庇。真的，我们大家一起为了府城来祈福，我们一起走出健康，好不好？好，3、2、1，敲锣启程，践行正式开始，祝福大家。因为今年台湾的天灾多，因此健行活动比过去的高级顺利，该以祈福为主题，伫个全长3.6公里，沿途设入6个幸福的寓所收集点。有代表平安、吉祥、顺利、如意、空间甲力圆满等，希望民众伫个行完转顶，会用将满满的祝福扎到一处，成为随身的护身符甲力祝福的象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2005年，渔光点点市集伫台南安平渔光岛闹热登场，
该活动结合环境教育、社区共创甲自然的体验，要互民众伫海岛甲树林之间感受生活甲自然的结连。安平在地社区的阿公阿嬷带来精彩佮有活力的表演，由安平区公所主办，日出漾苗团队以及大厦 USR 团队共同策划，渔光点点，市市顶顶，唔拉延续英国的环保规划，更透过一系列体验行动，传达甲自然共生的生活价值。那渔光岛这一块领域是临近于海边，是我们台南市可以说后花园，也可以说是前花园，是非常自然生态的一个岛屿。在这里，我们市政府也时常举办活动，像火神祭也刚举办的，受到市民朋友热烈的欢迎。那今天呢，我们又特别举办了市集跟社区的营造，来行销我们这个台南市的美。今年也佮号召民众共同参与净滩行动，以着实际行动守护渔光岛的海花，串联地方社区、学校甲艺文团体，以具体行动推展环境教育甲地方创新，希望吸引更较侪人行入渔光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合同将婚册房即摆以众生平安、皆大欢喜为主题，伫台南水高社文化园区展出，除了互参观的民众感受符合甲美学结连的感受，更结合 AI 甲画作内面的鸟进行高水的互动体验，相当精彩，嘛是真好的疏解压力。墙上橘色猫咪纵身一跃，跑到隔壁叫白猫出来玩，还可以拿着大只的逗猫棒，瞬间就有好多白猫跑出来，连衣服上的猫也可以跳出来。合同蒋勋书房最新一档的展览，聚焦平安与喜悦，在视觉艺术上大玩 AI 科技。请跟 AI 下指令，你想请猫咪成群的陪伴你，也非常的好；成群的跟你奔跑也非常的好，试试看，成为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影片。菩萨的膝盖上有猫趴在上面睡觉，有一尊菩萨肩膀和手臂上都站着一只鸟。蒋勋有感于这几年风雨大了点，灾难也多了一点，众生有一点不平安，因此决定以《金刚经》中最后的祝福皆大欢喜作为展览核心。众生并不只是人，你把人的地位放得太凸显，最后其实就是压迫了众生。希望回到一个印度的古老哲学，希望提供大家对天上飞的鸟、地上的猫狗都能够有一种祝福。在风灾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灾后复健是需要时间，但是人心的所谓的安定的这个力量，其实更为重要，它需要被陪伴。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也特别来观赏艺术家的创作，一系列疗愈人心的猫主题油画，以精工形式展现猫的灵动神情，让人看了都相当疗愈。水交社园区更呼应主题，推出猫咪文创小屋，欢迎猫奴们来看艺术与佛学哲理的交织。记者宋怀谈的报道。伫新北市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有一间以无菜单料理作为特色的餐厅，真受到民众喜意。餐厅的主厨以产地直送的海产为主，搭配其他的新鲜食材，不止展现无菜单料理的意外惊喜，更伫每一道料理当中加入对亲人的思念甲情感。把这个原汤跟鸡肉煮滚之后，我们就把蛤蜊放进去。将新鲜的蛤蜊用料不手软的放入锅中，小火慢煮出一锅浓郁风味的蛤蜊鸡汤。主厨以当季自家产地直送的鲜美蛤蜊为核心，搭配新鲜在地食材，并依照当日新鲜渔获设计菜色，不仅展现无菜单料理的惊喜，更在每一道佳肴中注入对家人的思念与情感。老板李宪杰就指出，为了确保海鲜的新鲜，每天半夜就得出门，但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乐此不疲。身为养殖业第3代的他，
除了将家乡自豪的蛤蜊带来土城，店里的一张相片都是关于家的回忆，希望能借此让大家认识台湾优质的水产及海鲜。主要的话，我们是以我们自己养殖的海鲜、蛤蜊跟这个虾子为主我们是以这个现在目前是以一个预约无菜单料理式的方式在做经营希望透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餐饮体验，跟大家分享那个台湾本土优质的海产跟水产这样子。其实我们是养殖的第3代那其实看到长辈非常的辛苦，在水产养殖的部分，最后的一个出路都会是被盘商给收购。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如果可以自己决定我们自己的价格，或者是我们自己最后的销路的话，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不一样的营销。那所以这是一个启动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而餐厅招牌的菜色，除了蛤蜊鸡汤外，延伸出来的蛤蜊炖饭和充满虾味的拉面，都是饕客来访时希望吃得到的美食。其实我们因为是养殖蛤蜊为主，所以我会以蛤蜊入菜去做到一个汤品，这是蛮传统也蛮容易听到的，就是蛤蜊鸡汤。不过比较特殊的是，我不加盐巴跟其他的调味，所以它很单纯的只有蛤蜊跟鸡肉这2个食材结合成这个汤品。那因为鸡肉我会去做一个煎制的动作，所以它会有一点乳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它会很香。所以它汤品不是属于清汤类，它是属于很香的这种汤品。那它衍生出来的就是这一道炖饭，那我们会以这个汤品去作为高汤，去做一个中西合并的这个炖饭。我们加了松露跟扭干菌菇，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本土的培根，是低糖的培根。那这样吃起来负担也不会那么重。很多大家来这边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为了要省盐巴，所以才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其实不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除了美食之外，我觉得也重要的是健康。那在健康这一块，我是很希望说由食物原来的本味跟它的食材的一个鲜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样吃起来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尽管餐厅坐落在巷弄内，空间不大，但温馨居家的氛围让人仿佛回到家用餐一样。而这样的选择，却是来自于主厨想与家人聚在一起再吃一次饭的思念。其实开这个餐厅是因为，我妈妈已经离开我们，然后在做这个餐厅之前，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家人好好吃一顿饭。是，我觉得，sorry。他其实原本的构想是做这边是他想要跟家人好好吃个饭，就是这里啦。所以常常大家一家人来吃饭，氛围都很好嘛。但是其实他当初在做这个构想，是因为其实很想跟家人好好吃个饭，可他没有机会，因为妈妈已经离开了，对，所以就没有机会。那爸爸的话不是完全的很支持这个空间，但是当然之前也是有参与过啦。那他的弟弟，亲弟弟嘛，对我弟弟也是过世，亲弟弟也过世了，对，所以就变成说，他虽然创造这个空间是很想要一家人吃饭的氛围，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他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一家人来吃饭。透过产地将家乡记忆中海的鲜味直接带到土城，一道道的料理更是充满主厨对家人的思念。老板也欢迎大家有空能来土城亲自造访，品尝这份来自海的思念。记者肖世宏新北场报道。高雄因为乱弹婚纱案件不断，根据环保局统计，已经开超过4000件罚单，金额高达500多万。其中凤山、三民甲苓雅区拢是重点的区域，尤其三民区的部分路口，竟成为乱弹婚纱重灾区。民众骑车点着烟，等红灯时烟蒂随手一丢，以为没有人看到，但其实已经被环保局的监视器一根一根的记录了下来。荷包里的钞票也一张一张的变不见。高雄市今年以来乱丢烟蒂裁处了4000多件，总计开出了526万多元的罚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7%。
统计114年至9月乱丢烟蒂裁处4191件，总裁处金额526万余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28件，约 5.7%， 金额增加约26万元。呼吁市民朋友不要乱丢烟蒂，破坏市容环境。违者将依废清法27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如果以行政区统计来看，凤山区裁处了747件，罚金94万3200元，位居第一。其次是三民区603件，以及苓雅区的539件。但即使开罚案例增加，随意丢弃烟头的状况依然是层出不穷。不够，我觉得不够。为什么？因为路上还是一堆抽烟的啊。像刚刚我就遇到一个啊，有啊，楼下就有了。平常都会看到这样。对，你看现在这路上就很多了。像是三民区正丰街和包中街的路口，开罚件数全市最多。来到现场就可以随地看到烟蒂。环保局指出，因为该路口临近 KTV 以及游乐场所，才导致开罚案件比其他地方还多。但乱丢烟蒂的情形，也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后面那个 KTV 的年轻人，晚上都会来这边逗留，然后就抽烟就随手乱丢，瓶瓶罐罐都会丢啊，再花盆，然后我们还要自己去戴手套把它捡起来。套法度啊，伊都要等你法度。迄种的都无意思，迄煞唔知影卖黑白带，迄个大细人嘛，知影讲卖黑白带。依规定，随手丢弃烟蒂可以罚1200到6000元的罚金。环保局表示，除了会加装监视器、加强取缔之外，也会携手店家装置烟蒂盒，并且加强宣导，避免让城市街角变成了大型烟灰缸。记者双军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1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
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